从前有一个盗贼被主人逮住，主人一边念皈依经，一边用棍棒打他，每念一句打一下，如念一句皈依佛打他一下，这样是就是打他的过程当中念完4句皈依文就是相当就是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样，最后将他释放了。盗贼想，释迦牟尼佛恩德很大，幸好皈依经只有4句，如果皈依经5句的话，我可能就被打死了。在他心中，好像皈依经的声音沉痛成了无二无别，并且脑海中一直回响着朗朗的皈依经声。他到一个桥下躺下来，这时桥上来了许多鬼魔，他们说这里有一个皈依三宝的人，于是不敢过桥害他，吵吵嚷嚷的逃走了。哎呀，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对这个方面稍微解释一下，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曾经呢，就是有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个人，他呢就是半路出家，他自己想要修心，但是他修心的心是一定是那个清净的，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好像就是要念经也好，讲法也好，这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那他也是突然就是遇到了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居士，相当于就是一个居士嘛，然后就一个女的然后他呢就是请他讲法，的时候他不会讲法嘛，然后他就讲我什么都不懂，很痛苦我什么都不懂，很痛苦，我什么都不懂，非常痛苦。他就讲这几句的话，那就是那个女的呢，就听了，好像就什么都不懂的话，就是最痛苦。他就是相当没有佛的智慧，没有智慧的众生才是最为痛苦。那么在那个女的就听到了这些，就相当就是没有听到，就是说，因为就是对他讲法的这一个师傅，他认为他自己什么都不懂，所以不会讲，所以就这种时候他很痛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女的听进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反效果，就是说什么都不懂的众生是无明的众生才是最痛苦，无明的众生才是最痛苦，所以呢，就对他是很有效果了，已经起效了。所以他就是说，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都是因无明的过程当中没有智慧，所以就是因为所有一切痛苦的来源是无明那个女的就听到这样了老母亲就听到这样，就是碰到的就是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听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心里就是会很有帮助同时呢，就是老奶奶一直就是以她的这个意思，一直在打坐进修的过程当中呢，得到成就了得到成就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然后那个半路出家的那个人，在这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也有一位上师，一位善知识，然后他用他的神通看到了，而且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赞励了他，你就度化了一个众生，因为他已经度化了这个老奶奶，因为他呢，当然从这里我们看得到，那个半路出家的那个人，他出家的目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到，他也并没有想要那个欺骗众生的这种想法，
人家求他传法的时候，他都是只讲我什么都不懂，我无名，我很痛苦。他就是讲了这样3次重复的讲了以后呢，就是因为请法的那个弟子呢，就对佛法对僧众应该是很有信心，所以呢，他就是在把听到的就是真正的有效的无明才是最痛苦的根源，以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是他一直这样去修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成就。然后同时呢，他的那个上师也是称赞他，就是你度化了一个轮回的众生。然后同时呢，就是那个老奶奶对他供养了一个布，一个比较好的布，就是要做衣服的布那种。然后他呢，就是把这个布拿着就回家了。同时有一个小徒看到了那个老奶奶给他供养了一个布，然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布嘛。然后那个小徒就想去跟他一定要把这个布涂过来，如果涂得到的话，涂不到的话，要能抢到的话抢，涂到的话涂，反正就是必须得拿到手，这样想。然后跟着他慢慢的走了以后呢，他就是走到了那个家中的这个住处，然后朱家中先进去把门关起来了。门关起来以后呢，他就在外面，小徒就知道了没有把它涂，所以就他想要抢，他就是大声的给他讲，你把布给我，不然的话就是我会杀死你这样。那么就那个出家人也是想了办法，就是给他讲，那你把手伸进来，我不敢开门，你把手伸进来，我把这布给你。然后从那个窗户里面，然后他把一个手伸进来的时候，他说，因为当初这个老奶奶给我的时候，她是用2个手给我的，我也是用2个手拿的，所以你也把2个手都伸进来，我就给你，我怎么跟那个老奶奶拿的，你也一样的跟我拿。他就2个手都伸进来，2个手伸进来的时候，他就准备好用准备好的绳子拿来，就把2个手绑得紧紧的，然后绑在里面，窗户的里面，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大的棍子出来，就给他打的时候呢，就是打一个就是皈上师、皈佛、皈法、皈僧的时候，就差不多就打的就已经快不行了，然后就最后就放他走了。那当然那个小徒也可能没有什么想继续拿到那个布的这种想法吧，然后他就逃走了的时候呢，他就想，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很大，只有那个皈依呢，只有4句，不然的话他会，如果是3句或者4句，反正就是如果再多1句的话，那他可能连可能走路都不行。他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同时他的这个身体里面打的过程当中，也是很深深的把这个规矩记在心里面，他的脑海里面一直都是，他走路的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有皈佛、皈法、皈僧，就这样一腾下就会想一出，腾一下就想出来，相当于他没有在用嘴里念，但是实际上他的记忆当中，相当于就是用录音机录下来一样的然后重复的想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在一个桥下不能动，然后在那边休息的时候过程，那就是桥上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非人的那些动物也是不能行走，不能过这个桥。因为呢，就是可能是他一直在这边，这心里面一直在这种想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波动一样的，相当于就是一种磁场。那么就是这些规模也是不敢靠近的。所以这里面呢讲到的就是他的那个不光是什么真正的有起心动念，真正的为了什么目的念诵以外，就是有真正的只是有这种的感想，那这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因为他的这种念是不只是嘴里念，从内心里面就是有这种，同时也是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心，就是感恩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心嘛。然后同时他的那个皈依的记忆就一直一阵的，因为身体就是
痛的就是不能走路，所以就是那边躺着的时候，那肯定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都是一直在痛嘛。所以就是刚刚前面的这个画面，对于他来说吧，应该是很恐怖的，两个手都绑在里面，然后到最后拿棍子来打的时候，第一下他肯定知道还有第二下，然后他还有第二下的时候，就肯定也知道第三下、四下，那他只是会考虑到第二下、三下。不会考虑到那个我马上会可以走这种，他也许可能是会死的打算都应该会有了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很特殊的状态上，把这个声音呢就一个一个的进入到他的这个内心当中，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不断的在思念，也是有这么大的功德。自本作人着康中